但是这个是伫文化传承是对的。如果伫传化的传承内底啊，伊要淡薄仔缺失。缺失的所在就是讲，这几千年来，毋是一贯都一直传来，是伫16代祖才传来。这是伫文化传承上是对的，传法的传承上啊，还是有缺失。所以，另外有一个一个素珠啊，专门做政务班的这个讲座啊，拄着王邦雄教授，他每一次伊就讲，伊讲足奇怪，一贯道地主来到我研究素珠这个条目啊，就提讲我都一直关注这个题目来问我，啊无就问讲表文道实事可以安怎讲？伊讲足奇怪，这一贯道的这个信徒地主太拢安尼，这就是咱对这句话啊有一滴灌溉。啊，这句话是不是成立？可以。如我后来拄则有报过啊，讲叫传承上或者啥，传承上或者文化传承是合理的，但是传法上应该按个深入去了解，安尼才有去真正了解。那么这一贯道为倒位来，为倒位传承，就是为15代祖，清末明初啊。咱的这个民国初年甲清朝末年中间，咱的15代祖王杰一咱一贯道传承内底15代祖。15代祖师王甲一，目前伫学界学界啊，对咱师尊师母无印象，因为咱师尊师母无译作，没有著作书本啊，没有书本经典流逝。唯一有做译作近代有关咱一贯道的精册啊，就是15代祖师王甲一，伊中有注理所合解，历年夜历。就年个历，还佫有一贯探源谈经录，读书48岁，这种种这典籍，和学界真认同。所以目前有研究宗教的学者，若讲王杰一讲历史学就是比这个，伊讲一贯道啊，有真济理论会带伫这个所在徛的条骹啦，国语讲或者站得住脚。那么伫一贯探源内底有讲一句话，讲吴太洪三绝一贯。吴太皇三奇一贯，所以名这一贯道，它是在传道。那么这吴太皇三绝一贯又是什么意思？吴太皇三绝一贯，才会当展现着咱佛堂的设备。咱的佛堂设备对无？咱的女灯或者武则灯，咱的迄边迄花灯或者啥，或者太极灯，有无？咱的这边这花灯或者强天的灯，其实咱唔是在强节或者皇节、皇旗，是皇帝的皇才对哈。如果您以前有讲强节，都是讲唔对的，要改进，要改进。那么吴太皇三节就是武节、太节、皇节，甲伊串做一会，或者一贯。就是讲，咱这个道是安怎来？为天、为宇宙里天一路来到人世间的这个一条金线贯穿来，安怎做一贯道？要按这来理解，咱传法的过程就无瑕疵啊，就无弊病啊。安尼社会啊，若要咱要个社会人士知影，尤其咱在座有看到录影带的人，要了解一贯道，一定要为这个所在如此。来了解伊的精神甲内涵是啥？咱武节就是讲武节理天，武节理天，即讲无形无相无声无头的所在。
啊，那气天就是讲咱看会到这个看会到这气象界，看会到这个咱要包括星球这拢是。啊，方极就是咱这个所在，地球的地方啊。宋朝理学家就把这个所在讲做黄极、方极，方极就是有形有象。那么为无极、太极、方极会当来造成讲三极一贯，甲理天、气天、强天安尼串联起来，就是讲咱的本性来自理天无极。来到经过到气天，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历史去，如果会当经过一贯道的名师传法，一条三宝了后，对这个方极来修持，会当会当反气入理，反气甲这个气病啊，把咱这个所感染到气质这款物件拢甲伊去除掉，咱的本性同款会当归本位或者理天的世界，这是按照来做解释。那么由办道的理想来讲，咱是要做天人合一，无太皇三极一贯啊，讲起来就是要做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人合一啊，是安怎讲？如果咱各位若有思考有想，咱即摆办道的精神啊，你甲伊了解，咱甲伊写来就知影吼。这边属天的部分，这边属人的部分，各位有注意到无？一边是天，一边是人。按咱呢，如太皇三极，无极理天，咱的信仰就是咱中尊有写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赞。咱来，尤其来这个心理讲堂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老母的全名啊，老母的全名、全含名就是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赞。这就是咱一讲道咧讲的老母，伊含义伫遮。所以为无极开始这明明上帝安尼咱感情或者老母。或者老母啊，我拢定来安尼解释，各位可能捌听过。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庙非常的这个敬重。就咱出世来讲，咱先到妈妈巴肚来10个月，咱到巴肚来10个月，所以对妈妈拢特别较亲切。美国人是父权社会比较重所以因离婚啊种甲大汉甲细汉妈妈换不落的安尼，所以因的上帝对啥？因为上帝对天父咱的上帝对啥？老母是共的啦是共的所以真心切的代志真心切，所以他们的上帝叫天父我们的上帝叫老母其实在咱中国人有拜老母无？恁看，中国人有拜上帝无？有啦恁捌拜无？你是伫长期了都拜，恁以前捌拜无？我讲以前捌拜无？唔捌啦，捌敢捌？安怎捌？拜天公，有人讲拜天公。其实在咱中国人拜上帝拜甲拢唔知乌白拜，乌白拜安怎拜你知无？因为咱过去咱中国社会是皇帝制度，你知无？皇帝制度就是讲天主。所以伫咧咱的数字内底讲，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会当拜上帝。你知影孔子以前是做大官，你知影伊对皇帝去拜上帝会当斋戒沐浴，民间袂当拜。
民间拜吼，要去拜天公。安怎讲？因为吼，咱的方调是啥？天主，啊天主拜上帝，安尼嘛才变拜天地安尼。天主拜上帝，安尼嘛才变拜天地安尼。啊，咱是天主的子民哦，咱变天孙的个。咱变天孙咧，啊天孙拜天公就对啊。你对啊，这理论是对啊，合理的啊。你慢慢啊，等于思考，这是中国人老的所在啊。所以讲，对啊，老早咱就咧拜老母，老早咱就咧拜上帝，咱就是拜甲唔知，啊拜天公，对无？啊，大家拢讲天公送送王大天尊，嘛合理啦，迄是天天的主神嘛。啊，那理论的主神吼，绝对是上帝，这一定的嘛。所以，见到伊就是按这个信仰主神为老母开始。但老母开始以来，咱伫这个所在未是要叫什么人来带咱转去。就讲啊，电视镜头前会给解决啊。咱伫人世，咱大家拢未知啊，贪嗔痴爱啊，尤其即马文明社会啊，什么毋是对咱的？什么毋是互咱简单的放不来的？那么你要安怎办？你要安怎离开？你要安怎种啊？你拢要透过办法的思虑，要透过修持的功夫，要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安尼你才有法度真正讲，大家讲伫这个现代社会伫咧修行啊，内海甲那去挂目镜，去开外去调车，啊去。食足好，啊，毋过心地诚善良，修养修诚强，啊，修行修诚好，啊，对人嘛是安尼像古早和尚啊，古早的个大佛禅师啊，你去度人就是同款。虽然咱是穿西装，插一个无剃头，无穿迄个个戴好安尼啊，但是什么拢同款，什么心地拢同款，这就是一贯道行入人世间坡道，啊，就完成咱多数的是你的负责。你包括的人民的，那么你就是主神的形式。那么今天你透过这个教头，咱来介绍讲伊的内涵是啥？为什么咱要用这尊？传统的佛家，你的佛像不是这尊，你的佛像是非常的庄严，跟咱普通佛教迄个佛像是正同款。但是咱那个用这尊，这是不是咱选择的啊？不是咱一贯都来选择出来。人世间伫宋朝以后一段时间，就拢用这尊代表。啊，就是在每一摆若讲到这个课格一贯道这三字，就要咱们就多说这个佛像，不但代表在。你就说，那用这个佛像来示现人世间，就是讲以后我的地主爱像我安尼来修。以后要做我的地主的人，你就爱像我安尼，像我安怎看我这尊像，你就知影我安怎修。你看释迦佛，你就知影你爱安怎修。头毛爱互遮做修，爱苦修，爱无到三甲，大家佢拢看现现。哦，爱干啊点点做，哦，爱修行，爱开悟，啊，咱你就会毋是哦，无头毛，哦，啊笑。啊！你看伊那衫是毋是无钱通买去买台布抽水去？啊！你洗衫摆连抽水也穿袂落安尼，毋是抽水的啦。这尊佛像吼，头啊无头毛的意思就是讲，咱伫现代这个社会，你修行同款爱无烦恼，爱修到什么程度？爱修到无烦恼。这古早人讲这头毛叫三千烦恼丝啦。伊讲你看我无烦恼，你甲看。啊，你要做我的地主，哪会使烦恼？安答无？讲伊安知无？安尼我看请因遮主事的人去请一个剃头师傅来，等下拢爱剃头。我讲足奇怪，你知影吼？足奇怪吼！咱释迦佛的佛像无剃头，你知无？无剃分的。啊，因的地主拢剃头。啊，咱你的祖师无头毛，咱是的地主拢老海干啊。你们这种识道一点头干，这奇怪。啊，其实佛像就是让我们开悟嘛，佛像就互咱开悟嘛，对不？啊，所以希望讲咱啊知影，啊过来，伫这个现代社会代志足多，哦，交杯记者，过去一世人实在无30个人啦
实在无30个朋友，过去伫庄头哦，一世人也无出这个庄头哦，实在无30个朋友。即马吼，一个月交新朋友交30-40个，一世人吼，实在几落千个这个人数。你看，你能这样？咱闭面顶甲人讲话嘛，一定爱笑。你讲你要修道，要出门，要甲人聚焦，爱笑，爱满面笑容。啊，人要无烦恼，要有笑容啊，安怎？爱心胸坦白。所以一贯道的地主修持的就是心胸坦白。心胸坦白还佫无够，你知无？爱佫安怎？爱佫度量广大。伊讲你看我巴肚拢看会到，好，这还佫度佗提提，心胸大，坦白。度量大，哦，度量大，爱佫安怎？爱佫会晓用，有翘脚无？你看有翘脚无？有啦，那也没有，翘一脚脚那也没有，而且前面翘一脚脚都没有，哦，一脚翘脚，一脚盘腿，迄什么意思？你知无？胸也爱收，用也爱用啦，唔通顾无用啦。啊，你有注意无？迄翘脚迄寒佛珠，佫摕布袋，你有看到无？摕佛珠什么意思？换布袋什么意思？天爱收，钱也爱赚嘛。你听啊，你知无？咱一贯道的地主，咱嘛家己赚，家己食，家己做，成功了，员工食家己添养力啊。所以伫这个社会，一贯道之所以用肯定，就是因咱拢牺牲奉献啦。这大社会咱会当直接讲，咱有钱家己食饭家己，去做别人的工课啊。去斗做工课就是安尼嘛。所以你来看讲，伊这个咱的免疫力、恢复上，安尼一路来，互咱感觉到是啥？无烦恼，真笑容，心胸坦白，度量广大，人感觉真用，不过刀嘛要收，钱嘛要赚，对无？就甲咱现实这个咱做业地主，拢相像就对啦，完全相反，这也叫天人合一。你着做出来人世间实现，就是一路对科技、对社会无排斥。同款伫这个社会伫咧走动，但是你的事业安怎经营拢无要紧，你安怎做拢无要紧，但是你都爱修，你才会当超生了事。所以咱足侪企业家嘛，大家嘛，这大家拢知影，长荣航空的董事长张荣发典传师，你拢大家拢捌，也都足侪念不完啦。这是较代表性，企业家用南武政体的董事长，姚伟年。姚董事长嘛是咱的典传师啊，这种大企业啊，因哪会肯牺牲奉献，就是伊对一贯道的内涵有了解。所以各位祖师来，就华佛师尊，咱讲这老师，有如意菩萨，这是天的部分。天的部分才教互人，教互咱师尊师母。各位恁即摆就感觉奇怪，咱讲咱咧拜拜，咱会拜遐济，咱有拜阴阳上帝，有拜咱的华佛师尊如意菩萨，有拜咱的师尊师母，有拜咱的自己祖先，这就是一贯道对天、对人、对祖先尊敬的所在。那么安尼，咱按照天转互人，所以咱的师尊师母来传道，师尊师母一个人袂当传全世界，只互真人来代表来传道，互咱的典传师来代表来传道，这是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那么按这个天人合一的理想，为无太极。无太洪三极一贯的理念来，对人来这人世间修办道，来这人世间磨练，来这是人世间得到了，会当透过咱祖师的心法，得到超生了死的门路，安尼登去无极理天，或者三极一贯。这也是人世间理想带动世界人间净土的实现。假使各位。咱即摆啦，真正有法度，甲弥勒祖师的心法贴下的话，那么咱也无烦恼啊，逐工笑，心胸也坦白啊，道量也足大的，佫趁有钱，佫有修行。你看这人世间占着佫去倒位超生了死，我看大家懵大袂歹哦，敢是安尼？对无？这人世间有亲像咱弥勒祖师这个非常的理想。我看大家懵大袂歹啦，所以各位，这是人间净土的实现，是咱一贯道办道最大的内涵，对不对？这点也是咱各位爱知影的。那么，介绍这一贯道名称、甲内涵以外，就要甲咱报告的事情。
就讲一贯道虽然是对政府公开，伊个组织运作是公开，毋过到目前为止，咱传授三宝的心法，也阁是安那，也阁是密传，也阁是密传。所以，有看到咱这个录影带的前贤大德，有咱该做讲座的这个前贤，你的亲戚朋友，也是你家己，那也未求过道的，也未过来这个道场参加咱个活动的人，应该多鼓励伊来求道，多鼓励伊来进道，多鼓励伊来得三宝，来理解，来理解讲，这个一贯道伊传法的内涵是安怎？因为这个规矩，这个法规，这个天律，这也袂当无讲即阵在电视甲你讲的啊。你看甲电视讲的，你会成道袂？如果在电视看到得三宝哪有效？安尼看电视若咧煮食有无？去富皮面若咧煮菜我看咱今日来嘛会食的啊。所以伫电视看到的，都伫录影带看到的传道的方式，就是即啊三宝甲你讲，你若无得到老师、师尊、师母心法的传授，安尼共款无效，就等于讲伫电视看到炒菜类食的共款。所以希望讲咱透过这个介绍，互咱大家理解讲一贯道是啥物货。如果你要了解一贯道，你应该来求道。有你的亲戚朋友若咧鼓励讲某人啊，我带你来拜拜，你就甲问讲要拜啥？伊若讲求一贯道，求得三宝，你半年半工课当的，你就要参与去啊，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超生了死的机会，这是一个修行的机会，这是一个成仙成为天公了愿的机会。千万唔通去丢毒犹豫不管，这失去了真大的机会。所以伊传道三宝心法，就是得到观觉印。观觉印甲你指点有真侪好处啊！拄则就讲讲为内在心灵的解脱。只要你得到道了后，你会足侪执着。你足侪物件，你足侪想法，你拢会袂固执，会放弃。这放弃，佫毋是讲放弃事业家庭，佫